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旺角老星街坊新頻道。韓國第一美女金喜善平生引以為傲嘅有兩樣，一係天生嘅好酒量，二係漂亮嘅面蛋。前者同佢飲過酒嘅圈內人都能夠證實，金喜善愛祖國。當年佢同成龍學嘅第一句中文就係五魁首666。同安在旭搭檔拍攝泡沫愛情嘅時候，兩人坐電梯落樓，正好被導演撞見。一開電梯門，濃重嘅酒氣氛到導演擘唔開眼睛，成為娛圈笑談。至於漂亮嘅臉蛋，金喜善從小到大被質疑究竟係人造美女定係天然美女。第一，1977年金喜善生於首爾，從小常聽鄰居議論，呢個孩子莫非係執嚟嘅？大眼睛、直鼻梁、精巧嘅嘴唇。反觀佢父母嘅外貌實在好平凡。基因突變嘅獨生女金喜善，初中嘅時候已經小有名氣。學校組織去山裏野營，格陵中學嘅男生倒喺校門口話野外太危險啦，我哋要一齊去保護金喜善。17歲金喜善去演藝學校辦理入學手續，工作人員塞俾佢一張報名表，話聽日務必嚟參加青春美少女選拔賽。金喜善一面疑惑嘅話，等係聽日就係決賽啦，我連預賽都冇參加過。工作人員話冇問題嘅，你嚟就得啦。於是破格開咗直通車嘅金喜善輕鬆摘得冠軍。1個月之後，金喜善成為雜誌模特，接拍咗第一支廣告。第2年，佢陪朋友去電視台面試，入備相中去主持音樂直播節目。因為金喜善當時仲係未成年，節目組對外將佢嘅年齡多報咗2歲，打扮亦都偏向成熟。但係金喜善骨子裏仲係細路女孩。有一次，佢趁住歌手唱歌嘅空檔跑去食泡麵，結果歌曲提前結束，金喜善仲未返到主持位置，抌低筷子，匆匆趕嚟嘅金喜善吐住舌頭，道歉話頭先同前輩學舞去咗。觀眾知道佢喺度耍大話，但係實在太可愛啦，點忍心怪佢呢？當然咁樣大大咧咧嘅性格，亦都俾佢惹嚟咗麻煩。第二，1993年金喜善開始拍攝電視劇，冇諗到啱啱起步，佢就爭啲被趕出劇組。當時電視劇開拍之前，演員們都會喺練習室先彩排一片。金喜善演技仲好生澀，經常出錯。有一日，某知名編劇指住佢鬧金喜善，聽日開始你唔使嚟練習室啦。而佢只係點點頭，執到嘢離開。按照一般人嘅邏輯，之後該帶禮物去俾編劇道歉，請求對方讓自己繼續參加彩排。但金喜善真係乖乖聽話，第2日唔再去練習室彩排，而係直接去片場。後來回憶起當初嘅做法，佢都鬧自己太蠢啦。幸運嘅係，嗰位知名編劇並冇因此刪減金喜善嘅戲份。電視劇算係有驚無險咁拍攝完成。不過呢個亦都俾金喜善上咗一課，美貌唔係免死金牌，冇演技佢永遠唔可能站穩腳跟。好在金喜善夠聰明有天賦。1995年，18歲嘅金喜善進入韓國中央大學演劇影畫學系深造。同年，佢喺電視劇《澡堂老闆家嘅男人們》中飾演小女兒，角色刁蠻自我，但係俾佢演繹得好可愛，讓人討厭唔起嚟。1998年，憑藉 Mr. Q， 21歲嘅金喜善成為 SBS 演技大獎最年輕嘅得獎者，至今冇人打破紀錄。1999年嘅《漢城奇緣》收視率突破50%。金喜善喺劇中戴白髮箍嘅清純形象，係無數韓國男生嘅夢中情人。一部部作品積累落嚟，人們發現金喜善不管長髮短髮、青春成熟古裝、現代總能夠隨意切換。佢開始片約不斷，越嚟越忙。金喜善唔可能事事親力親為，好在經紀人好有能力，金喜善亦都好信任佢，唔理係廣告定係電視劇合約，都俾經紀人去代辦。所以當被安排去非洲拍寫真集嘅時候，金喜善冇絲毫懷疑。可等到咗荒郊野外嘅拍攝地，經紀人卻轉頭露出狗嘅面容，話脫衫㗎啦。第三，金喜善瞪大咗眼睛，唔敢相信佢嘅話。呢個時候，攝影師行過嚟攞出一份合同，上面刻然寫住金喜善必須拍攝裸體相，而且數量要佔寫真集嘅20%，否則就要賠償6億韓元。金喜善呢個先至明白自己係被經紀人同攝影師聯手坑咗。佢環顧四周，喺咁樣個鳥不拉屎嘅地方，想跑都唔知道該往邊跑，佢只能夠先乖乖順從，按照攝影師嘅要求影相，等安全踏入韓國嘅土地，金喜善先至放聲大哭。
佢迅速召開記者會，將呢一屈辱嘅事件和盤托出，同時聘請律師向法庭申請禁制令，禁止全裸寫真集嘅出版。最終法院裁定金喜善嘅全裸照片不得公開發表。咁係2000年，23歲嘅金喜善遭遇咗人生最大嘅背叛。1個月之後，電影《飛天舞》上映。喺片中，金喜善第一次挑戰演母親，尚且年輕嘅佢駕馭角色有啲吃力，效果並不滿意。盡管人們依然誇獎金喜善喺電影裏邊好靚，但係對佢嚟講一直提唔起勁，感覺心空咗一塊枝。因為裸照事件同飛天舞嘅雙重打擊，10幾年之後，金喜善先至話俾粉絲知，當時曾萌生過暫退娛樂圈嘅念頭，但係現實卻不容佢喘息。好快，金喜善又被捲入咗新嘅風暴。有人聲稱影到咗金喜善同一名男子喺遊艇夜會嘅相，相中嘅男主角位列香港4大天王。第4，呢個係聽起嚟八竿子打唔着嘅一對，卻足足傳咗好幾年嘅緋聞。據講，1995年黎明去韓國宣傳期間認識咗金喜善，兩人都覺得對方唔錯。1997年，金喜善去香港工作嘅時候，正好趕上黎明演唱會。黎明邀請佢去 VR 包廂。嗰幾年，黎明周圍環繞住各種女孩子，從周海媚、周慧敏再到李嘉欣。所以面對掌上登對嘅金喜善，大家抱住寧可信其有，唔可信其無嘅態度。2001年，金喜善去香港宣傳電影，傳當時正喺度同舒淇談戀愛嘅黎明，為咗同金喜善私會，藉口去外地工作。其實邀請佢上咗自己嘅私人遊艇，但因為兩人外貌出眾，仲係俾人認咗出嚟，喺碼頭拍低咗相，並且高價賣俾雜誌社。呢一舉動俾黎明舒淇本就唔穩固嘅愛情致命一擊，兩人以分手收場。有記者去問金喜善，佢卻否認話，比起黎明，我更加喜歡劉德華。呢一段情至今仍然有唔少疑點，比如黎明同埋金喜善用乜嘢語言交流，兩人點解冇一張合照流出嚟，但係同時亦有唔少令人浮想聯翩嘅地方。黎明喺2004年不可一世嘅 MV 裏，女主角神似金喜善。另外，記者採訪嘅時候，特登攞幾張香港男明星嘅相俾金喜善選，跳出韓國人眼中嘅帥哥。金喜善有意咁掠過黎明。對黎明嚟講，佢嘅屋企人並唔接受舒淇曾經嘅艷星經歷，兩人唔可能結婚，同埋金喜善嘅緋聞，客觀上為佢轉移咗炮火。而對金喜善嚟講，同黎明嘅緋聞令佢喺仲未打入香港市場之前就已經先聲奪人，兩人都冇蝕龜。不過此時有一個男人卻對黎明恨得牙癢癢。第5，佢就係男團神話嘅隊長 Eric 文江克。Eric 同金喜善係喺一次演藝圈新人聚會上認識嘅，二人好快陷入愛河。Eric 高大帥氣，滿足咗金喜善嘅顏控心理。佢常開車載住 Eric 四處揾餐廳約會。盡管因為金喜善嘅巨星身份，兩人小心翼翼，但係情難自禁。飛機上，金喜善依偎喺 Eric 嘅懷裏 ，Eric 幫金喜善泵飯，兩人就好似新婚小兩口咁離懷。只係當時呢一段感情並唔俾人睇好，原因在於 Eric 嘅大嘴巴屬性，佢中意喺媒體前主動透露交往嘅細節。2002年發表第5張專輯時 ，Eric 特意提到，為咗紀念我哋交往1年，唔將呢一張專輯獻俾你。等到第6張專輯依然如此，仲未等記者發問 ，Eric 就自曝最近好想結婚，希望能夠喺電視上現場直播求婚過程，每一次都係趕喺發表專輯嘅節點，好難唔俾人懷疑 Eric 有借巨星女友炒作嘅嫌疑。對此，金喜善唔願意做出回應。金喜善嘅母親卻反應好大，話我從來冇諗過 Eric 做我嘅女婿，一次亦都冇。金喜善母親嘅反對好容易理解，畢竟金喜善事業可比男友強多咗。當時金喜善一部電影片酬要600幾萬人民幣，手裏邊最多嘅時候有20-30個廣告代言，食品、護膚、家用涵蓋所有方面。然而娛樂圈瞬息萬變，宋慧喬、孫藝珍等女星正逐漸崛起。2003年，金喜善嘅 LG 冰箱代言突然換成咗宋慧喬。對韓國明星嚟講，能夠代言三星、LG 咁樣嘅本土霸主品牌，係地位嘅象徵。花無百日紅，金喜善呢個先至猛然發現，追趕者已經悄悄企喺咗身旁，佢開始琢磨點樣找尋新嘅出路。呢個時候，金喜善遇到咗生命中嘅貴人，一位香港娛圈大佬。第6，呢位大佬就係成龍。
同金喜善結緣於神話。2005年，導演唐季禮喺參觀完西安兵馬俑之後，萌生咗籌拍一部秦朝為背景嘅愛情電影嘅諗法。最開始佢計劃揾金城武同埋金喜善搭檔，但成龍聽講呢個項目之後，自鋼片酬折弧，只為一睹傳說中韓國第一美女嘅風采。成龍對合作演員總係關懷備至，對美女更係咁。初次見面嘅時候，成龍特意詢問金喜善，呢一部片有打戲，臉上有冇邊度喐過刀子係唔能夠碰㗎。一句說話逗落咗金喜善，佢推推鼻子，證實自己係天然美女。成龍頓時又多出咗幾分鍾意。神話嘅拍攝地揀喺雲南熔岩洞穴、印度古城等地，環境十分艱苦。有一場無藝將軍凍僵，玉樹公主用身體溫暖佢嘅戲。拍攝地只係有25度，着住白紗裙嘅金喜善拍咗30分鐘，實在支撐唔住，竟凍得暈喺咗成龍嘅懷裏邊。呢一個可以急壞咗成龍，佢趕緊抱金喜善返個房間，俾佢企好比，又係搓手臂，又係揉腳心，有得大汗淋漓，鼓捣咗好半日，金喜善先至終於蘇醒。2個鐘頭之後，成龍先至從金喜善嘅房間出嚟，囑咐工作人員俾佢送啲補品。佢太虛弱啦，正係呢一次嘅救命之恩，讓金喜善同成龍變得更加親近。喺片場，金喜善常跟喺成龍身後學中文，成龍說一句，佢跟住複述一句。成龍好鍾意呢一個直爽又愛撒嬌嘅女孩，將自己嘅 MP3 送俾金喜善，幫佢學習中文歌，裏面存住嘅係佢最愛嘅歌，明明白白我嘅心。亦都難怪金喜善會話，成龍真係能夠俾我倍感輕鬆。為咗拍攝神話，金喜善推掉咗冬日戀歌，呢一個決定如今睇嚟係雙贏，唔單止造就崔智友、裴勇俊嘅 CP， 亦都讓神話中蒙毅同埋玉樹淒婉嘅愛情故事成為永恆經典。後嚟嘅電視劇版神話嘅女主角，亦都係按照金喜善嘅標準去揾嘅。只係白冰同金喜善雖有幾分相似，卻再難超越。轉眼到咗神話嘅宣傳期，美人相陪，成龍自然賣力邀合。為此佢仲特登跑去韓國上綜藝宣傳。金喜善挽住大哥嘅手臂撒嬌，問佢合作過嘅女演員中最鍾意邊個。大哥被電得5米3度，雙手投降話從前係張曼玉，而家未來都係金喜善。對比佢嘅韓國老鄉張東健，跟住陳凱歌拍咗一部《無極》，本來之前幾好嘅口碑瞬間搞砸。金喜善幸運太多，神話為佢帶嚟咗豐厚嘅回報。2005年 TCL 手機以破紀錄嘅3億韓元價格，請嚟張藝謀為金喜善拍廣告。後來金喜善又同孫紅雷、景甜等人拍攝咗《戰國》。雖然《戰國》評分低，但係金喜善本人卻係賺得盆滿缽滿。不過金喜善並冇戀戰，事業固然重要，但係佢仲有個更大嘅心願。第7，呢個心願就係30歲前把自己嫁出去。2007年喺一場聚會上，金喜善認識咗樂山集團董事長朴成歡嘅次子朴周永。朴周永之前最討厭金喜善呢一種類型嘅女孩，但當晚佢就俾金喜善豪爽真實嘅性格真香啦。後來一行人從飯店轉戰 KTV， 朴周永為咗喺金喜善面前展現好身材，喺唱到高潮嗰陣，當場撕破衣服秀肌肉。金喜善仲真就食呢一套，瞬間被朴周永嘅男子氣概俘獲，趁住 KTV 包間昏暗，二人吻作一團。同年9月，兩人舉行婚禮。韓國女星嘅歸宿大多兩種，一種係嫁俾圈內嘅同事，一種係嫁進財閥家。對金喜善嚟話，朴周永係個好好嘅選擇。佢只係比金喜善大3歲，身高外形都唔錯。金喜善嘅婆婆亦都好滿意呢個靚媳婦，同埋老姐妹聚會常之帶住佢。金喜善好會同阿姨們相處，俾佢哋講娛樂圈嘅八卦，一下成為圈子嘅中心。婚後嘅金喜善十分幸福。等到第2年孩子出世，金喜善迫不及待咁影咗一組寫真，可就係呢幾張相，導致佢竟然想離開韓國。第8，大概每個母親都覺得自己嘅孩子最可愛，啱同個女拍完寫真，金喜善就大方咁曬到咗網上，結果嘲諷聲鋪天蓋地，話女長得好醜。金喜善咁靚，點會生出咁醜嘅細路？呢一個細路就係金喜善整容前嘅樣。仲有人將湯姆克魯斯嘅女同金喜善嘅女放埋一齊，用嚟論證唔理點整容，下一代都會原形畢露。金喜善後悔不已。佢唔識啲人點解對一個細路仔惡語相向。從此之後，金喜善再亦都冇公開過細路嘅相。如今女已經長到15歲，能揾到嘅只有幾張同金喜善背影嘅合照。
雖然唔少整容醫院以金喜善嘅相為整形模板，但係從金喜善學生時代嘅相嚟睇，金喜善大面積整容嘅可能性好細。但係父母同埋女顏值都好平凡，只有佢特別靚，呢個亦都感覺好奇怪。唔通父母同埋女都唔係親生嘅，或者要話整唔通從好細就整啦？有啲事情或許只有當事人知道。但係無論點，女照片事件俾佢帶嚟唔細嘅衝擊。從嗰之後，金喜善好少出現喺公眾面前，專心喺屋企帶孩子。佢喺韓國正式復出已經係2012年，35歲嘅金喜善美貌依然不減當年，同當時正火嘅李敏赫拍攝信義譜寫咗一段姐弟戀。之後金喜善又出演咗憤怒嘅媽媽，講嘅係年輕母親裝扮成中學生，轉到女兒嘅班級，保護佢唔受校園暴力嘅故事。人們驚嘆於金喜善凍齡有術，演學生毫不違和。但之後隨住年齡增長，金喜善嘅顏值逐漸下滑，佢亦都不得不打針嚟維持美貌。時常有人討論金喜善填充咗邊度睇上嚟好腫。2022年電視劇仲有聽日播出，佢飾演冷酷無畏嘅地獄使者，係從未嘗試過嘅題材同人設。該劇亦都取得破7嘅收視率，但係好多人關注嘅點依然係金喜善喺劇中好少做大表情，係因為打針打得面僵點買。美貌幫金喜善朝早進入娛樂圈，但係佢能夠成功，當然唔止因為美貌，佢嘅演技、情商、遠見、人格魅力都喺人生嘅關鍵節點幫咗佢大忙。韓國第一美女嘅頭銜太過耀眼，以至於觀眾睇佢嘅劇同埋孩子都以美醜為尺度，美貌係天賜嘅禮物，而呢一個禮物或許亦都係捆綁一生嘅魔咒。今日嘅視頻到呢度就結束啦，我哋下期視頻再見。